點解張居正死咗之後，萬曆皇帝要抄佢全家？最諷刺嘅係呢個被皇帝恨到入骨嘅男人，偏偏係明朝其中一個最有能力嘅救火隊長。佢掌權10年，國庫充實，邊境穩定，官員辦事效率勁高。簡單嚟講，張居正將一間差啲執笠嘅百年老字號，係咁用力撳佢人中，做心肺復甦，救翻生。照計咁樣嘅 CEO 死後應該入太廟掛油畫，點知佢收到嘅離職福利係削官奪仕、抄家同流放子孫。究竟張居正犯咗咩死罪？貪污、專權定係欺君呢？嗱，呢啲全部都可以係理由嚟嘅。再深一層睇，佢真正踩中嘅係帝國最敏感嘅嗰條神經。佢用10年時間證明咗皇帝都仲未識揸車，明朝都可以照樣高速行駛。有冇萬曆皇帝根本唔重要㗎，有張居正揸 fit 就得。對國家嚟講，呢個叫做中興，但係對慢慢長大嘅萬曆嚟講，呢個可能就係公開處刑。萬曆登基嗰陣，按虛歲計只係得10歲。10歲就要着住龍袍，面對幾千萬人口同一大棚嘅老狐狸。表面上佢係全天下最大粒嗰個，實際上宮內有李太后同太監馮保管住佢，朝堂就由張居正主持。皇帝個名咧確實係印咗喺公司門口嘅，但佢就係一個連公司做緊乜都冇權過問嘅老闆仔。張居正就好似萬曆皇帝嘅補習老師。但張 Sir 唔止改功課，由皇帝讀書、起居、用錢到交朋友，佢都要管。明史直情話，萬曆細個好驚張居正，等佢慢慢長大，呢份驚亦都逐漸變成咗厭惡。萬曆早年曾經酒後失控，侮辱同威嚇身邊嘅小太監，張居正當然訓斥一番，仲代皇帝整理咗一份自我檢討。對於一個10幾歲自尊心爆棚嘅少年嚟講，都可以話係青春期陰影。皇帝俾老師要求公開寫悔過書，你話丟架唔丟架呢？更麻煩嘅係呢位張 Sir 仲控制住成個帝國點樣運行。張居正有一招叫做考成法，每件政務都要列明邊個負責、幾時完成、進度去到邊。用今日嘅講法，就係全國官員一齊被拉入業績考核系統。張居正一揸莊，突然個個都要交周報、對數、追死線。考成法確實令到政府運轉得更快。財政方面，佢推動清賬土地，清賬就係重新量度土地，逼啲長期潛水嘅田產浮翻上水面。之後再大力推廣一條邊法，將複雜嘅賦役盡量合併，折銀徵收。佢嘅功勞係用中央權力將改革推廣開去。而軍事方面，張居正最叻嘅唔係自己落場打功夫，佢派戚繼光守薊門，李成梁鎮遼東，潘貴純治理黃河同埋漕運。而嗰班坐鎮官府衙門嘅就用考成法監督鞭策，提升效率。去到萬曆初年後期，太倉積糧號稱可以支撐明朝10年。後世將呢段時間叫做萬曆中興，並唔係完全冇理由嘅。但張居正每解決一個問題，同時亦都製造一批新嘅仇家。因為改革唔係請大家食自助餐，人人有份食幾多夾幾多。改革通常係有人原本可以獨食，可以走後門，家陣嗰個飯碗冇咗，到門仲要俾人焊死埋。有人反對佢，就可能被貶、停賬，甚至收監。真正令到佢同文官集團反面反到冇彎轉嘅係奪情事件。萬曆5年，首富張居正因父親過身，按照當時規矩，本來就應該辭官回鄉守孝3年。但係佢為咗力保政權同埋改革，同大太監馮保串通，要年幼嘅萬曆皇帝下旨奪情留任。呢個舉動引發朝野強烈反對，但係反對嗰班人就
就遭到朝廷嘅嚴懲廷杖。張居正唔肯，亦都唔敢離開權力中心。喺極度注重孝道嘅明代官場，呢件事等於價值觀核爆。由呢一刻開始，政見不合正式升級做血海深仇。張居正後來返去江陵安葬父親，沿途官員跪迎排場非常巴閉。問題係張居正平時教皇帝要慳啲啦，轉個頭自己超大排場衣錦還鄉，睇上去個觀感呢點都唔係咁好嘅。與此同時，張居正嗰幾個仔呢又叻，接連科舉高中。嗱，就算佢哋真係好有料啊，喺外人睇上去都難免覺得好似是帝是后咁，大台一早就定好晒得獎名單。佢係內閣首輔，即係明朝宰相，亦都係一個權力大到令人窒息嘅權臣。呢兩樣嘢係可以同時成立嘅。萬曆最初對張居正未必只得仇恨，張 Sir 死後，萬曆亦都撤朝祭祀，保留高規格喪禮。但係阿張生呢一死呢，成個政府嘅權力平衡立即散架。以前俾佢打壓嗰班人，終於等到機會還拖。幾個月之後，萬曆首先處理咗大太監馮保。馮保被貶，家產充公，抄出嚟嘅金銀珠寶多到史書用巨萬嚟形容。馮保都咁有錢啦，你諗下張生會唔會更誇張呢？於是張居正舊日嘅政敵開始輪流上奏，萬曆奪走佢嘅官職同諡號，亦係新皇帝向全朝全天下宣布張生嘅時代正式結束。去到萬曆11、12年期間，清算升級到抄家，官員未到江陵，地方已經首先封死咗張家大門，張家有人被困致死，長子張敬修受唔住刑訊，最後吊頸。明史記載，張家被搜出黃金萬兩，白銀10幾萬兩。所以如果話張家清廉呢，就肯定講唔過去。呢場抄家更加似係先定咗你有罪，再派 ICAC 慢慢揾一個配得上皇帝怒火嘅貪污數字。最狠嘅係萬曆公布罪狀嘅時候表示，張居正本來應該開棺鞭屍，只係暫且免除，即係話人死咗都未算埋晒單嘅，只係皇恩浩蕩，今次先唔搞你住。張居正子弟被流放，死後2年，全家就由權力頂層跌入地牢。咁萬曆點解要做到咁盡呢？第一，張居正晚年專權，家人同親信亦確實留下大量胡作非為嘅劣跡。第二，考成法追稅奪情同廷杖，得罪咗成班最識寫字嘅人。佢一死，彈劾奏章就好似購物節訂單咁樣湧入系統。第三，萬曆要奪回做皇帝嘅完整權力。張居正嘅改革口號係尊崇皇權，但實際嘅做法係借助皇帝個名建立自己嘅行政權威。如果所有人都只知道張生話點就點，咁皇帝要點樣證明自己唔係任人擺布嘅公仔呢？最快嘅方法就係將前任留低嘅招牌全部拆走。但係萬曆好快發現，拆系統容易，建立新系統好難。考成法逐漸被廢除，萬曆唔想再俾任何大臣擁有張居正嗰種權力，結果就係權力收翻咗，但成個政府嘅效率就一夜回到解放前。就好似老闆嫌運營總監權力太大，一腳踢開佢，之後先發現全公司跟住癱瘓。張居正嘅改革太依賴個人權威同能力，官員之所以做事係因為佢哋驚咗張居正。當成套制度要靠一個人嚟維持，佢就唔係一個真正穩定嘅制度。但如果冇咗張居正呢，明朝當時又未必撐得住㗎。呢個先係張 Sir 最矛盾嘅地方。佢唔夠強硬，改革就推唔喐；佢太過強硬，就會令到所有人都想佢死。佢做得太盡，皇帝長大之後第一個就要清算佢。有人話
如果張居正活多10年，明朝咧可以續命100年。呢句話聽上去都幾有戲劇性嘅，但係咧歷史冇得假設。真正可以肯定嘅係，一個帝國如果只靠一個強人先可以正常運作，本身就已經好有病。所以萬曆清算張居正唔只係學生向老師報仇，而係皇權、官僚同改革者互相拉扯嘅結果。張居正要借皇權改革，官僚要等佢死後反彈，皇帝要摧毀佢先可以證明自己係真正嘅掌權者。最後呢，張居正輸咗，萬曆亦冇真正贏過，明朝更加係衰到貼地。張居正用10年將一部生鏽嘅帝國機器逼到重新運轉，但佢冇辦法令呢部機器離開自己之後仍然照常運行。佢再叻都救唔到一套只認權力唔認制度嘅政治邏輯。呢個就係張居正最厲害亦最悲哀嘅地方。原來啊，嗰個日日逼住你交功課嘅張 Sir， 先係大明朝最後真正做到事嘅人。